过年期間，大家怕如踴躍個，而冇生意實在太多嘅，如果造成人生嘅負擔，接下來要帶大家去推動，是地位抗強養生嘅。日本數嘅日本人發現推動嘅藥草資源過豐富，喺推動中嘅幾多台灣人生中嘅藥草，故所推動日本人講係藥草嘅故鄉。更加睇比南嘅愛山嘅鄉，還有一隻藥用植物園，地位總有200人種藥草植物。又會拿來做藥嘅，又會拿來煮菜。遊客唔單止是嚟打幫土壤來認識藥草植物，還是嚟到個罕得食到嘅藥草料理。專片係種種山貓，做片係會眼山貓，頭前出係可能係夢線嘅太平肉，嚟到推動美南兩板山派紅。唔但牆上會每件都看得到，還是嚟到容色壓脆喎。除了一般從頭看到嘅服務料，最特別嘅就係兩櫃台攬嘅容色壓脆，傳奇無度嘅拍風材料料，銀行一夾就係櫃台盤。野菜那麼多名字我不會講，可是他們野菜都很好吃，而且這個地方環境太優美了，大家想來可以一半吃東西欣賞風景啊，吃一些野菜啊，那就不錯，又比較養生，跟外面不一樣，嘿啊，我們就常常來吃。我們這邊最主要提供的就是我們自己有機農法栽種的一些藥用蔬菜，其實基本上外面可能都不太常見到，可能只是走在鄉間道路上，可能不經意的瞄它一眼而已，只是不曉得它怎麼吃。金線鏈加風組減機強下煲解湯，貼撇氣添，個煮熱菜落鑊，用最簡單嘅方式來煮，最適嚟出是菜葉梅。大家也都知道，青菜裡面呢，它有很多很豐富的礦物質啊、維生素這些對人體比較有益的，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客人絕對不要超過20秒，通常就是建議10秒到15秒，我們這樣子才能夠保留它原來應該有的養分。真正嘅熱菜做下嘅東西就是現製嘅，廚夫站就不夾當眼法，就2夾當係種肉草廚夫的，唔但將川湯而用到，咪保留了台灣原生肉草。我們溫室等於是我們整個園區的一個心臟。那包括我們外面所看得到的一些藥草植物啦，或者我們在餐廳吃得到一些蔬菜啦，包括我們商品部所賣的一些商品，都是從這邊研發出去的。像秋冬啦，那我們就會種一些像萵苣啦、羅曼啦或是歐芹這些東西。那夏季的蔬菜又不一樣，落葵啦、川七啦這類的都是夏季來種。燃氣連下有200人種肉種師傅，下開始推動走定日本市台，日本人出地量種類當到肉草。該兩時日本政府是派專家來調查，發現推動嘅肉草資源非常豐富，所以推動日本人喊就係肉草嘅故鄉。日本人稱台東為藥山，就是因為日本當初佔據台灣之後，他發現說台灣這個氣候跟地形非常特別。才發現說，怎麼原來有這麼多，將近有2000多種的這個原生種的植物，所以日本人他特地在這個地方派了很多人來啊，然後去把這個地方把它開墾起來，然後把這些植物呢栽種之後運回日本去。煮到肉草做來食亦合適，煮到好容易做肉，因為特別嘅體力環境老天時條件，草出推動變做肉草嘅重要基體。但是大家看到我們這個鄉村哦，可以發現到怎麼都沒有葉子，怎麼都沒有葉子，因為鄉村它其實它接近冬天的時候，接近冬天的時候，它的葉子呢會全部掉光光，把它的養分集中在它的樹幹上面，讓自己能夠怎麼樣儲存這個能量度過這個冬天。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土林人土林影下地人都來來去去，詳細講嚟打種肉草嘅特性，影下唔單強勢嚟到，每做得進一步研水肉草區分。同時就嚟教育功能。那這個貓須草它有一個特性哈，它是屬於唇形花科的植物。這個唇形花科的植物都有一個特性，什麼特性？它的樹枝的部分都不是圓形的，
哦，它是属于四方形的树枝。最一开始就是我们尽量介绍一些比较常听到的，最常听到的像是仙草啦，我们日常生活就所见，然后或是从小到大，或者在我们餐厅里面可以吃得到、喝得到、用得到的药草植物，让大家在实际的接触到可以看到真正药草的模样。依家本來咧藥用嘅個植物啊，為冇嚟啦，嚟保存起來。啱啱好啊，蔬菜有風景當好，料當好。没有的植物，你要全部保存当好，还有后面还有一些动物该掉哈，土生人的啦，老人家来的啊，心情要当好，耶！希望把台东它本身的这个原生种的这个药草，把它做成一个园区，让游客能够欣赏，而且透过我们的解说，能够让游客他能够知道说什么药草有什么生活上面还可以怎么使用跟应用。应用是到不会，还是还请个项目。第三回每件当中是到肉草食物，天天的生活呐，冇穷容解肉善料理，明年是推动嘅肉草文化。